经102年了，这栋建筑已经102年了。今年2018年，中华民国107年，扣掉105，民国5年嘛。民国5年，日本统治时期，34年，离开台湾了。2次大战，然后日本战败，然后34年10月25号台湾光复。那这栋日本时期是军官的办公的地方吧，后来变成成功大学历史，不止文学院哦，历史系、中文系、外文系都有，后来变成历史系的系馆。又有新盖大楼，前方大榕树。